哇，阿年看那过去实在很可以用哦。人家讲啊，个台东个道边有一个博朗大道，西湖也道边也一片那很多黄金一路。然后家婆个故乡要带西湖也道边哦。然后你行行看啊，来感受一下家婆故乡的风情。台东有博朗大道，苗栗则有黄金一路。听说到了收割的季节，这里一大片都是金黄色的呢。不过我喜欢绿色，现在看这一整片绿油油的稻田，好像在做梦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标志风景。哇，这稻边真经是貂翠色的甜筒哎，你看那甜蛋糕给炸的是貂翠色。天南下嘅彩绘，咩去貂翠色？松柏还有嘅绿苗栗，暗讲嘅咩去做貂翠色咧？我在猜，老板对于这个貂翠色肯定是情有独钟，不然怎么有办法让各种深浅不一的貂翠色错落有致的在这个园区里巧妙的很梦幻呢？小干妞，你好，好。哇，刚好你个世界规间全部都貂翠色嘞。他的全家人全部喜欢貂翠色，所以他底肚诶全部都是紫色的。是貂翠色咧。你喺特别去染咩冇？系啊，冇，也系爱特别去天州，天州那片全部灰色嘅，全部系紫色咧。哇！我妈妈很牛个，也发一天冇人用，不貂翠色店，她超爱貂翠色。所以全部爱貂翠色，因为啊貂翠色同浪漫哦，真嘅。这样如梦似幻的午后，来份下午茶吧。我想在这里好好做我的白日梦。哇哦，那道边的松饼呢，要做到同电影像诶，松柏含表一条够自然的。貂翠色啊，唔但像係一個同浪漫嘅色，其實呢，都要有反應帶下。不光係老姐妹淘啊，老婆看你穿了，都是一件同幸福同浪漫嘅色。多數呢，貂翠色同浪漫哦。貂翠色懂浪漫。在走之前，老板还说想再打造紫色的阳台。其实像他这样开心的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才是最浪漫的呢。